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佘詩曼。喺我未講之前，希望你哋點讚、留言、訂閱、噏下講下頻道，多謝各位。哇，今年嘅2026年啊，咁就頒發2025年嘅萬千星輝頒獎禮2025嘅獎項。咁當然最矚目嘅咧就係最佳女主角獎啊，即係視后啊。視帝咧就係結果黃宗澤得到啦，而視后咧就係佘詩曼得到。佘詩曼啊，真係得獎無數啊，已經係4屆嘅視后噶啦，真係有香港人或者係或者內地或者睇 TVB 嘅片集嘅觀眾，邊個唔識得佘詩曼呢？咁當然咧，就嗰晚咧就係當晚得獎，咁咧就係由林文龍夫婦咧係頒獎俾佘詩曼。咁佘詩曼咧就榮升視后第4度噶啦，應該係。咁當然好開心啦。咁其實以前佘詩曼都多次攞獎啊，今次係第4度稱后吓。咁心情都好激動嘅。咁今年咧就2025年咧，佢嘅得獎嘅電視劇新聞女王2。咁喺佘詩曼飾演嘅文慧心阿 Man 姐咁咧就係好深入民心呢個角色，大家都好喜歡啊。因為呢個新聞女王2，而喺新聞女王嗰陣時候已經係好受歡迎嘅電視劇。咁而家拍新聞女王2都係咁受歡迎噃，哇！呢個女強人。咁最佳女主角，咁其實咧大家都有一個預料，即係佢會得獎噶啦。因為佘詩曼即係中環電視圈已經多年啦，真係演技精湛，攞獎咧真係實至名歸吓。咁咪佘詩曼飾演嘅女強人Man 姐啦就係喺全個劇裏邊咧，即係熱爆嘅角色，一致咧受到讚賞嘅。咁其實我哋睇翻佘詩曼咧，佢出道係1997年去參加港姐，佢而係得到季軍。我哋睇見左手邊咧，嗰位就係佘詩曼啦。咁當佘詩曼咧選完港姐之後咧，就簽約 TVB 啦。咁我哋仲記得嘅《雪山飛狐》咁有好多部劇集都係佘詩曼都參與演出嘅。咁不過我哋都記得佘詩曼以前咧把聲咧就雞仔聲。佘詩曼亦都講過，以前咧由於佢把聲咧係好多人咧網民或者觀眾咧都係批評佢把聲，其實佢要自己去練習。咁見到佘詩曼嘅進步，而家佢嘅演技咁好啦，佢冇雞仔聲啦即係可以見到佢嘅努力啊。咁佘詩曼咧除咗拍《雪山飛狐》之後咧，當年咧就1999年。咁咧就其後我哋都會好記得佢嘅一部劇集《10月初五的月光》，嗰個牛黃妹祝君好非常之出名，後面有拍電影佘詩曼喺2000年嘅時候咧，就憑住《10月初五的月光》咧，萬千星輝頒獎禮2000年咧，係佢係得到最喜愛嘅電視角色。咁佘詩曼咧係繼續咧係拍過唔少嘅劇集嘅。咁我哋仲記得佢嘅《酒是故鄉醇》、《帝女花》。喺2001年嗰陣時候咧，佢又得到呢個最喜歡嘅電視角色獎咁好多攞獎噶佘詩曼。咁佘詩曼咧喺2004年，大家都記得佢嘅《金枝玉葉》，咁又攞到最喜愛嘅電視角色獎，又攞個馬來西亞嘅 Astro 嘅美麗電視台嘅頒獎典禮嘅我的摯愛女主角同埋我的摯愛角色咁佘詩曼咧真係得好多獎，大家都有目共睹嘅佘詩曼嘅努力。
喺2006年嗰陣時候咧，阿佘詩曼咧係拍過一部劇集叫做《鳳凰四重奏》，稱為視后啦。因為咧佢一個人喺劇集裏邊咧係飾演4個唔同嘅角色嚇，真係可以見到嗱，呢度其中嘅2角，然之後呢度又係。咁我哋見到佘詩曼啊話分別飾演4個唔同嘅角色咧，都表現出當時嘅年代嘅4位嘅女性，咁係一個好受大家喜歡嘅劇集啦。一講到 TVB 邊個攞得獎多咧，我相信咧真係阿佘詩曼當之無愧。你睇見到佢不停係攞獎，因為演技越嚟越進步啊嘛。咁我哋記得佘詩曼仲有個公主嫁到又係攞最愛嘅電視女主角10大又係最愛嘅電視角色等等。咁咧就我哋睇翻佘詩曼啦。佘詩曼咧其實咧就係曾經喺智雲飯局亦都講一講佢自己嘅成長。佘詩曼咧其實廣東中山縣人嘅。咁佢個祖父咧係佘敦勇咁咧係曾經亦都喺觀塘辦過平民義學嘅。咁咧喺1945年咧，佢哋全家人咧嚟到香港居住啊。咁佘敦勇咧曾經係任保良局嘅總理，即係佢嘅祖父佘詩曼嘅祖父。而佘詩曼嘅伯父佘帝全咧就係設計保良局嘅局徽咁佘詩曼咧就係有一個哥哥嘅細佬咁佘詩曼5歲嗰陣時候咧，爸爸咧就係離世咁咧自幼咧媽媽咧就係同佢哋相依為命咁媽媽當然好努力去照顧佢3個嘅仔女咁佘詩曼咧讀完中學之後咧，中6咧就去咗呢個瑞士，係修讀呢個酒店管理學系。讀完之後咧，就1997年咧翻嚟就選香港小姐，咁然之後簽約 TVB， 就開始展開佢嘅喺電視圈演出，有唔同嘅角色咁。呢個就係佘詩曼嘅媽媽，咁佘詩曼好錫佢媽媽佘詩曼咧同曾志偉阿陳百祥啲人都好熟嘅，因為佢媽媽咧就係識得曾志偉陳百祥佢哋。咁咧就當然我哋要講到佘詩曼咧，就會記得佢嘅著名嘅電視劇，佢嘅女主角酒是故鄉醇、鳳凰四重奏、絕代雙驕、公主嫁到、天與地、使徒行者、新聞女王、10月初5嘅月光、宮心計、公主嫁到、新聞女王等等嘅話，真係好多劇集都係有佘詩曼出演嘅，而且係演主角嘅如果我哋講嘅佘詩曼咧，我哋咧就會講下佘詩曼嘅感情狀況。咁咧，我哋仲記得佢同陳浩民左手邊嘅陳浩民曾經係相戀嘅，而右手邊嘅鄭嘉穎我會諗起就係話8號風球鄭嘉穎就講佘詩曼落車等啲傳媒記者咧係影到佢哋覺得好尷尬咁咧，就話鄭嘉穎咧就叫咗佘詩曼落車，咁喺咁大嘅8號風球覺得覺得佘詩曼真係委屈，咁結果佢哋都係個戀情都係冇咗啦。咁佘詩曼咧亦都被傳咧有同林峰好多嘅著名嘅演員咧係有緋聞嘅，但係始終張佘詩曼而家都係單身咁我哋仲記得佢個花家姐好出名。咁呢個絕代雙驕啦，咁其後佘詩曼由於咧拍絕代雙驕同黃子華合作咧，咁令到咧就係佘詩曼咧同黃子華合作嘅棟篤特工。我哋仲記得佘詩曼嘅宮心計公主嫁到咁飛上雲霄好多個唔同嘅疑古疑今佘詩曼簡直係
真係佢扮演咩角色啊，都係好好嘅。咁亦都話佘詩曼被傳咧同林峰曾經係有緋聞啦，有同林家棟啊，咁啊走是故鄉醇啊，咁啊又傳出有緋聞啊，咁但係始終咧呢啲都係緋聞啊。咁啊佘詩曼咧暫時咧都係未揾到佢嘅心儀對象。咁啊佘詩曼亦都拍過好多部電影嘅，咁咧有2001年嘅《月滿抱西環》啦，2011年嘅《衝上雲霄》，仲有2015年嘅《10月初五》的月光，2016年嘅《使徒行者》，2017年嘅《棟篤特工》等等啊，好多部電影啊。咁佘詩曼其實就喺電視圈同埋電影圈啊，哇！而家咧就係佘詩曼好多時咧就喺內地發展啊，而最近呢幾年都喺內地發展，而最近先至係翻嚟香港咧拍呢個新聞女王2。咁可以見到佘詩曼其實就係無論你喺香港或者內地嘅都係咁受歡迎。所以咧，佘詩曼係得到呢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嘅最佳女主角，視後得到視後嘅佘詩曼，恭喜佘詩曼，實至名歸。好啦，我哋今日講嘅係咁多，歡迎大家將你嘅意見寫喺留言區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